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一齊了解一下抑鬱症呢個話題。首先，抑鬱症係一種常見嘅心理疾病，唔係單純嘅心情唔好或者唔開心咁簡單。佢會影響我哋嘅情緒、思想、身體甚至行為。抑鬱症嘅症狀可以好唔同，例如長期感到悲傷、失去興趣、冇精神、易疲倦、睡眠問題、食慾改變，甚至有自殺嘅念頭。點解會有抑鬱症？其實原因好複雜，包括遺傳、環境壓力、生活事件，甚至身體嘅化學變化等等。好多時候，人哋會覺得抑鬱症係一個人嘅問題，但其實呢個係需要大家一齊關心同幫助嘅。早啲認識同埋尋求專業幫助，可以令病情好轉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呢啲情況，記住唔好怕開口同人傾訴，可以揾心理醫生、輔導員或者醫生幫手。最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了解抑鬱症，唔好歧視有呢個問題嘅人，一齊攜手支持，創造一個更關懷嘅社會。多謝大家。